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咧，因着颱風嘅原因咧，我哋唔能夠喺現場咧有個實體嘅崇拜。但係咧，我哋敬拜嘅心係唔會阻礙我哋去親近上帝。今日咧，我哋嘅主日崇拜透過網上，我哋一同去進行。讓我哋先有一段安靜自己嘅時間。現在我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開始今日我哋嘅主日崇拜。聖經咁樣話：你們要在上帝的聖所讚美他，在他顯能力的穹蒼讚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為讚美他，因他極其偉大讚美他。凡有生命嘅都要去讚美耶和華。我哋嘅上帝咧係一個喺穹蒼嘅裏邊彰顯榮耀、彰顯能力嘅上帝，願意我哋透過詩歌去讚美佢。我哋同唱詩歌、擊鼓、彈琴，讚美他。气息都要来赞美他，用四弦的乐器赞美他，万民都要来赞美耶和华。击鼓跳舞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用四弦的乐器赞美他，万民都要来赞美耶和华。鼓瑟弹琴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用响声的把来赞美他，万民都要来赞美耶和华。高声唱来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以感恩的心来赞美他，万民都要来赞美耶和华。耶和华你本伟大，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你，永永远远都要赞美你，万民都要来赞美耶和华。我要向你唱新歌，天天传扬你大能的作为。阿多乃 El Shaddai， 你是永活真神，你是我王。你是我王，你是永活真神，你是我王。天父上帝咧，唔單止係一位顯明佢自己能力喺穹蒼嗰個嘅偉大嘅上帝，喺聖經裏邊亦都咁樣講：倚靠耶和華嘅人，好像錫安山，安穩坐鎮，永不動搖。
眾山怎樣環繞耶路撒冷，耶和華也照樣圍繞他的百姓，從今時直到永遠。耶和華，求你善待行善和心裏正直的人。上帝咧唔單止係一位偉大嘅上帝，上帝咧更加係一位咧去看顧佢百姓嘅上帝。四周嘅環境咧雖然會有轉動，但係因着上帝嘅同在咧，我哋能夠永不動搖。我哋同唱詩歌，眾山環繞耶路撒冷。神的人向西安山，永不会动摇。依靠神的人向西安山，永不会动摇。依靠神的人向西安山，永不会动摇。依靠神的人向西安山，永不会动摇。众山围绕耶路撒冷，照样耶和华也围绕他的百姓，从今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依靠神的人向西安山，永不会动摇。依靠神的人向西安山，永不会动摇。众山围绕耶路撒冷，照样耶和华也围绕他的百姓，从今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众山围绕耶路撒冷，照样耶和华也围绕他的百姓，从今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来来来来来来来。众山围绕耶路撒冷，照样耶和华也围绕他的百姓，从今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众山围绕耶路撒冷，照样耶和华也围绕他的百姓，从今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同心低頭禱告。親愛天父上帝咧，我哋嚟到你面前去讚美你，因為咧你係嗰位創天造地嘅上帝。當我哋去觀看呢個宇宙萬物嘅時候咧，我哋都感受得到上帝你嘅能力咧係何其嘅巨大。天父咧，你又唔單單止係嗰位坐在高天嘅上帝，你更加咧係嗰位會看顧你百姓嘅上帝。當你嘅百姓遇到困難同埋挑戰嘅時候咧，你就好似眾山環繞耶路撒冷一樣咧，去保守你嘅子民。天父咧，我哋為此去獻上感謝。天父咧，願意我哋將一切嘅榮耀頌讚咧都歸俾你，因為咧你愛我哋，聽我哋嘅禱告、交託、仰望，
係奉主耶穌基督之名而祈求，誠心所願。聖經咁樣話：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我還活的時候要歌頌我的上帝。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他守信實，直到永遠。願意咧，我哋每個人喺上帝嘅恩典底下，當我哋活着嘅時候，我哋都係一生嘅去敬拜、讚美、親近我哋嘅上帝。聖經又話：他為受欺壓的伸冤，賜食物給飢餓的人。耶和華釋放被囚的，耶和華開了瞎人的眼睛。耶和華扶起被壓下的人，耶和華喜愛義人，耶和華保護寄居的，扶持孤兒和寡婦，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耶和華作王，直到永遠。願我哋透過詩歌，我哋一同去歌頌上帝。我哋同唱詩歌，一首讚美的詩歌。讓那讚美的聲音在這空間響遍，讓那敬拜的心聲永不休止。讓我心中所有意念，此刻都交主的手裏，心中只想獻奉，我深深敬拜。讓那讚美的聲音在這空間響遍，讓那敬拜的心聲永不休止。讓我心中所有意念，此刻都交主的手裏，心中只想獻奉，我深深敬拜。人活着原是要歌頌讚揚，創造我的主，你是配得榮耀。人活着原是要將榮耀歸你，一首讚美的詩歌，願帶我到寶座前敬拜。讓那讚美的聲音在這空間響遍，讓那敬拜的心聲永不休止。讓我心中所有意念，此刻都交主的手裏，心中只想獻奉，我深深敬拜。人活着原是要歌頌讚揚，創造我的主，你是配得榮耀。人活着原是要將榮耀歸你，一首讚美的
現在咧，我哋讀出一段咧啟應嘅經文，我會讀啟嘅部分，請弟兄姊妹咧一同誦讀咧應嘅部分。我們知道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召來的人，他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他又叫他們得榮耀。他也預定他們效法他兒子的榜樣，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尋求他的，這人有福了。聖經鼓勵我哋咧，萬事都係互相效力。最重要嘅咧就係我哋有冇一個愛上帝嘅心。當我哋願意咧行喺上帝旨意底下，萬事萬物都會叫咧愛神嘅人咧去得着益處。我哋同唱詩歌，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赞美，坚持到底。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赞美，坚持到底。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赞美，坚持到底。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
美意，我要跟唱写到底，我要跟唱写到底。現在我哋讀經，我哋所讀嘅經文係《列王記上》19章1節至到18節。聖經咁樣話：亞哈把以利亞一切所做的和他用刀殺眾先知的事，都告訴耶洗別。耶洗別就派使者到以利亞那裏，說：明日約這時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樣，願神明重重懲罰我。以利亞害怕，就起來逃命，到了猶大的別是巴，把僕人留在那裏。他自己在曠野走了一日的路程，來到一棵羅藤樹下，就坐在那裏求死，說：耶和華，現在夠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為我不比我的祖先好。他躺在羅藤樹下睡着了。看啊，有一個天使拍他，對他說：起來吃吧。他觀看，看啊，頭旁有燒熱的石頭、烤的餅和一壺水，他就吃了喝了，又再躺下。耶和華的使者回來，第二次拍他，說：起來吃吧，因為你要走的路很遠。他就起來吃了喝了，仗着這飲食的力，走了40晝夜，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裏進了一個洞，在洞中過夜。看啊，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以利亞，你在這裏做什麼？他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上帝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毀壞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們還要追殺我。耶和華說：你出來站在山上，在耶和華面前。看啊，耶和華從那裏經，在耶和華面前有烈風大作，山崩石裂。耶和華卻不在風中，風後有地震，耶和華也不在其中。地震後有火，耶和華也不在火中。火以後有輕微細小的聲音，以利亞聽見，就用外衣蒙臉，出來站在洞口。聽啊，有聲音向他說：以利亞，你在這裏做什麼？他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上帝大發熱心。上帝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毀壞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們還要追殺我。耶和華對他說：去吧，從原路回去，往大馬士革的曠野去。到了那裏，你要膏哈薛作亞蘭王，又膏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並膏亞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續你。將來逃過哈薛之刀的，必被哈薛所殺；逃過耶戶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殺。但我在以色列中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親吻巴力的。今日嘅講道呢，我哋會透過列王記上19章1至18節，我哋思想個題目：回應時代。透過以利亞，我哋看時輕時重。列王記上下呢，可以分為3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呢，就係1章至到11章，就係描述呢所羅門繼承咗大衛嘅皇位，當時呢國家仍然係統一嘅。然後第二個部分呢，就係列王記上12章至到列王記下17章，咁就描述呢所羅門王之後呢，就國家分為
兩個部分。咁啊，包括咗南國猶大同埋北國以色列。咁啊，北國以色列咧就總共先後咧有9個嘅王朝，有19位嘅君主。咁啊，總共嘅年份咧就係209年。最後尾咧，佢哋就喺主前722年咧就亡於亞述。咁啊，列王記下18章至到25章咧就講北國亡國之後咧，就係南國猶大仍然獨存嗰段時間。咁啊，其實咧成個南國咧就係由大衛嘅子孫咧一脈相承咧就繼承個皇位嘅。咁啊，先後咧就總共有19位君王。咁啊，總共咧有345年嘅歷史。最後尾咧，佢哋就喺主前586年咧就亡於巴比倫。今日我哋所睇嘅經文咧，就係主要針對就係北國以色列，就係亞哈在位嘅時候所發生嘅事件。亞哈嘅父親暗利咧，就係開拓咗北國第4個王朝，我哋稱之為咧暗利王朝。暗利作王之後咧，佢就將首都咧就定喺撒馬利亞。咁佢作王咧就總共有12年嘅時間。咁啊，亞哈就接續咗暗利咧，就成為咗北國以色列嘅君王。咁啊，就喺列王記上16章至到22章咧，就記載咗亞哈作王嘅事件。咁啊，亞哈在位嘅時候咧，佢其中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佢就娶咗西頓王嘅女兒耶利米咧，就作為皇后。咁啊，西頓咧就喺北國以色列嘅北邊。咁啊，其實咧呢個咧係一個和親嘅政策嚟嘅。咁啊，當亞哈娶咗西頓王嘅女兒啦，咁啊，以至咧就係北面嗰個嘅威脅咧能夠可以解除。咁啊，以至咧就係國家咧可以喺一個舒緩咗外敵嘅情況底下咧，能夠可以好嘅發展。咁啊，聖經話咧，亞哈作王嘅時候咧，就係佢犯罪得罪上帝嘅。咁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指示咧，就係佢仍然咧就容讓北國嘅以色列人咧就係拜金牛犢啦。然後咧，當佢娶咗耶洗別為妻嘅時候咧，佢就引進咗巴力嘅偶像敬拜啦。就喺撒瑪利亞嘅裏邊咧，就係首都建立咗巴力廟啦。又引進咗亞舍拉嘅一個女神嘅一個嘅敬拜嘅做法啦咁樣。咁啊，耶洗別進入到去以色列嘅裏邊咧，唔單止帶嚟咗外邦偶像嘅敬拜啦，咁並且咧就係佢更加同一時間咧就係去迫害咧耶和華嘅跟隨者。咁啊，並且咧就係殺害耶和華嘅先知。咁啊，可想而知咧，就係當時咧北國嘅以色列咧，就係人民咧就喺君主嗰個嘅政策底下咧，就係敬拜偶像，而要去忠心於耶和華上帝嘅人咧，係越嚟越艱難。咁喺列王記上嘅17章嘅裏邊咧，就講上帝咧就差派咧以利亞先知咁啊去對亞哈同耶洗別進行一個警告啦。咁並且上帝指出咧就係佢將唔會落雨，係作為咧對佢哋嘅懲罰。咁所以咧北國以色列咧就面對有幾年時間嘅乾旱啦。咁啊後嚟咧聖經描述咧以利亞咧就去到以色列嘅境外啦。咁啊然後咧就喺一個婦人嘅裏邊被照顧啦。咁啊行咗一啲嘅神蹟啦，又使到一個失去咗生命嘅孩童能夠復活啦咁樣。咁啊然後咧聖經描述咧就係列王記上嘅18章咧就講以利亞咧就翻去以色列境內。然後咧就喺迦密山上面咧就與呢個嘅巴力嘅幾千個嘅先知咧就進行一個嘅比拼。咁啊以利亞就同巴力嘅跟隨者講啦，我哋一各自咧就起一個嘅祭壇，又獻上一啲嘅祭物。
咁然後咧，我哋各自咧就向咧我哋所信奉嘅去禱告，祈求咧佢去下火咧，去燒毀祭壇嗰個嘅祭物。咁邊個祭壇嘅祭物咧能夠燒着嘅話咧，咁邊個咧就顯明咧嗰個就係真神啦。咁啊以利亞咧就讓嗰啲巴力嘅先知咧就先去做。咁啊經文描述咧巴力嘅先知咧載歌載舞底下咧甚至乎用自殘嘅形式咧都得唔到嗰個嘅火咧從天降下。咁啊，然後咧就以利亞咧就向上帝祈禱，上帝咧就從天咧降下火咧，就讓嗰個嘅祭壇嘅祭物咧能夠燒着，就顯明咧耶和華先至係以色列嘅上帝。咁證明咗之後咧，就係以利亞咧就喺當中咧就對付咗巴力嗰啲嘅先知。咁啊喺一個大大得勝嘅情況底下，對於當時北國以色列人嗰個宗教信仰，會唔會起咗一個關鍵嘅作用，從此咧就改變咧？咁啊經文就會去到19章嘅時候就描述咧，就係亞哈王咧將以利亞所做嘅咧就同耶洗別講，咁但係耶洗別知道之後咧，佢嘅反應係乜嘢咧？耶洗別咧就派使者到以利亞嗰度，就同以利亞講：明日約這時候，我若不使你嘅性命像嗰啲巴力先知嘅性命一樣咧，願咧即係神明咧就重重懲罰我。喺度咧呢個嘅以利亞所期望嘅達唔到。雖然咧喺山上面咧，以利亞已經證明咗咧耶和華嘅上帝咧係比巴力咧係更加有能力嘅。巴力咧係偶像嚟嘅，唯有咧耶和華先係真神。但係並冇因此咧改變到亞哈同耶洗別嘅態度，相反咧就係耶洗別咧就進一步咧要去迫害先知。喺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聖經描述咧以利亞害怕就起來逃命，然後咧就由耶斯列咧就往南下走，離開咧就係北國以色列，就進入猶大境內。咁啊，然後咧經文描述咧就係以利亞咧就將僕人咧留喺猶大度啦，然後再往南進入曠野裏邊去走咗一日，然後咧走到好疲倦嘅時候咧，佢喺羅藤樹下咧，佢就向上帝祈禱。佢話咧：耶和華啊，現在夠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為我不比我的祖先好。喺呢個時候咧，對以利亞嚟講咧，可能佢回想佢之前一路咧好忠心嘅去持守信仰啦，好忠心地去做侍奉嘅工作啦，喺一個咧好惡劣嘅環境嘅裏邊咧，仍然咧係依靠上帝去面對種種嘅挑戰。當佢贏咗多啲嘅巴力嘅先知嘅時候咧，對耶利米嚟講咧，佢可能有一個好大嘅期望，就係透過呢件事件咧，成個環境將會扭轉。但係咧，結果卻唔係喺佢預期底下，反而呢個情況咧係更加惡劣。咁啊，所以咧喺呢段時間咧，就係可以讓我哋見到咧，以利亞咧喺一個好沮喪嘅狀態嘅裏邊。佢嘅身體咧好疲倦，心靈嘅裏邊咧就係好無助。以至咧佢向上帝咧發出一個祈禱，就係耶和華啊，現在夠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為我不比我的祖先好。對耶利米嚟講咧，似乎可以做嘅都已經做晒啦，似乎咧已經冇乜其他嘅方式係可以做落去。似乎前邊點樣行咧，都好似冇路可以行咁樣樣。咁啊，又覺得咧自己唔及佢嘅先祖一樣，能夠咧可以喺侍奉上帝嘅裏邊咧，可以去改變一啲嘅局面。咁啊，所以咧喺呢一刻嘅裏邊咧，佢對於自己啦係一種好厭棄嘅一種嘅狀況。
當上帝咧面對以利亞呢種靈性嘅低潮啦，身心靈咧都係一種好唔在狀態嘅情況底下，上帝點做咧？上帝咧冇即時咧同以利亞咧講任何嘅説話。上帝咧讓以利亞咧只係喺羅藤樹下嘅裏邊咧瞓覺，瞓到咁上下嘅時候咧，上帝透過使者咧為佢預備飲食，然後咧就叫佢起身食嘢飲水。然後咧當以利亞食完飲完，跟住咧佢又再一次咧瞓翻落嚟咧去瞓覺。然後咧上帝又透過使者咧為佢預備飲食，然後咧又叫佢再一次起身。咁聖經描述咧以利亞咧經過一而再嘅休息啦，透過飲食去補充佢嗰個嘅身體嘅之後咧，以利亞咧就再往南走，就走咗40日，就去咗何烈山嗰度。聖經描述咧，當以利亞咧去到何烈山啦，上帝咧見佢嗰個身體咧應該都係體力上面啦，都回復得差唔多嘅時候，上帝咧就同佢説話啦。上帝咧同佢講：看啊，即係聖經描述，看啊，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説：以利亞，你在這裏做什麼？他説：我為耶和華萬軍之上帝大發熱心，因為以利亞背叛了你的羊，毀壞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們還要追殺我。上帝咧喺呢個時候咧就同以利亞咧去對話。喺個對話嘅裏邊咧，上帝咧冇即時咧去解答以利亞任何嘅問題。上帝咧亦都冇即時咧有任何嘅吩咐方向咧要佢做。相反咧，上帝透過對話咧讓以利亞咧去留意自己嘅狀態，特別咧注意自己內心嘅裏邊咧依刻到嘅想法。上帝咧透過對談，讓咧以利亞向上帝去傾訴。上帝咧以利亞咧再一次喺上帝嘅面前咧去表示咧佢係好熱衷於侍奉上帝，佢為上帝咧好努力去侍奉。咁但係好可惜咧，就係喺一切嘅努力之後咧，所做嘅嘢咧都冇任何嘅果效。咁甚至乎咧，而家咧佢感覺到只係得返佢個人，並且咧落入一個咧好生命受到威脅嘅一個嘅狀態嘅裏邊。上帝咧讓以利亞咧去表達自己嘅感受，表達咧自己所關注嘅事情。喺中間嘅時間咧，上帝同以利亞講：你出來站在山上，要嚟到咧我嘅面前。當以利亞咧去到山上面嘅時候咧，上帝喺邊咧？聖經話咧，以利亞嘅前面咧見到有多烈風，有山崩石裂，有地震，有火，但係咧都看唔到上帝嘅蹤影。不過喺眼前景象雖然見唔到上帝嘅蹤影，但係咧只要佢留心聽嘅時候咧，佢卻係聽到上帝嘅聲音。喺呢刻嘅裏邊咧，上帝請以利亞咧就嚟到山上邊，喺洞嘅前邊，要去揾上帝，嚟到上帝嘅面前。嗱，喺度咧，上帝做咗一個嘅工作，就係咧原本咧就係以利亞咧，佢係去留心自己內心嗰種嘅狀況，然後咧當佢即係去表達佢對上帝大發熱心啦，做咗好多嘢啦，但係咧有好多嘢咧都不似預期啦，並且落到一個好孤單嘅一個種嘅狀況啦，
侍奉上帝嘅人咧，就得返佢一個啦。當佢睇完自己之後咧，上帝咧挑戰佢，就要去尋覓上帝嘅影蹤。上帝喺邊咧？你除咗去睇自己之外，你嚟到上帝嘅面前啦，去留意上帝喺邊度啦。嗱，上帝咧喺度做咗個功夫，就唔單止同佢傾訴，唔單止佢要留意自己，然後咧上帝鼓勵佢咧就係改變個焦點，去揾上帝嘅作為。好多時候咧，即係我哋有時咧都係好似以利亞一樣啦。我哋都喺好多好困難嘅環境嘅裏邊，我哋仍然持守信仰啦，我哋熱心侍奉啦，我哋為上帝做好多嘅工作啦。有時咧，我哋都有好多嘅期望，都想達到一啲嘅果效，一啲嘅影響。但係有時咧，我哋做完一切事情之後咧，我哋都好似以利亞嘅情況一樣咧。發覺好似改變唔到任何嘢，甚至乎咧嗰個環境咧可能係越嚟越差。有時咧我哋都好似以利亞一樣我哋都好似做任何嘅嘢都無補於事。點解會咁嘅咧？咁樣喺呢個時候咧，上帝鼓勵我哋咧，我哋要將翻個焦點咧，唔好淨係擺喺自己嘅身上，而係嘗試去思想上帝喺邊，然後上帝咧再進一步咧同以利亞講啦。上帝同以利亞話：去吧，從原路回去，往大馬士革的曠野去。到了那裏，你要膏哈薛作亞蘭王，又膏咧耶戶作以色列王，又膏咧就係以利沙作先知接續你。上帝話咧，呢三個人喺嚟緊嘅時間嘅裏邊咧，將會影響成個北國以色列嗰個嘅情況。然後咧，上帝睇咗咩咧？再一個補充，喺以色列當中咧，其實仲有7000人咧係跟從上帝嘅，未曾咧向巴力屈膝。上帝咧喺度提出一個指示。上帝咧唔單止要用以利亞，上帝咧更加會透過以色列境外嘅人啦，以色列境內嘅人啦，有一啲嘅軍事力量啦，有上帝嘅僕人啦、先知啦，嚟緊咧都會成為一啲好重要影響國家嘅一啲好重要嘅關鍵。上帝話咧，呢啲嘅條件當慢慢去預備好嘅時候，當去到某一個嘅時間咧，所有嘅嘢妥妥當啦，個情況咧將會改變過嚟。以利亞咧原本咧佢諗住透過自己個人嘅力量，透過咧佢個人嘅工作，上帝咧用佢嘅時候咧，透過佢個人嘅工作、前線嘅工作，會帶嚟改變。但呢刻嘅裏邊咧，上帝讓佢放更闊嘅眼光。上帝咧唔係要透過以利亞一個人去改變成個處境，上帝咧係要透過唔同嘅人喺唔同嘅位置、喺唔同嘅角色嘅裏邊咧，係集結成為唔同嘅力量咧，係對未來咧產生一種關鍵性嘅影響。然後事件成熟嘅時候咧，個情況就會作出真正嘅改變。上帝有佢嘅計劃，呢個咧係以利亞咧最開頭嘅時候咧冇想像過嘅。我記得咧一個喺差傳嘅裏邊咧一個好深刻嘅例子。咁話說咧喺1956年嘅時間咧，有5個美國嘅弟兄，咁佢哋都係有心志咧做宣教嘅工作。佢哋喺神嘅裏邊咧領受咧就係要去到南美洲厄瓜多爾嘅裏邊咧，就特別去到當中嘅亞馬遜叢林嘅裏邊咧，特別為到其中一班嘅原始人
就係奧卡人咧去傳福音。當時咧，呢5個嘅弟兄咧都係平均年齡咧大概係30歲。咁啊，佢哋喺差傳機構嘅裏邊接受訓練啦。然後咧就嘗試真實去到亞馬遜嘅時候咧，最開頭都係坐小型飛機啦，然後抌一啲嘅禮物落去啦，希望留俾嗰啲嘅奧卡人一個好嘅印象啦。咁啊，後嚟咧喺1956年嘅時候咧，佢哋定咗某一日咧，佢哋5個人咧就坐小型飛機咧，就去到亞馬遜河嘅裏邊咧，就喺奧卡族人居住以外嘅地方開始紮營。咁啊，然後希望咧慢慢滲入去咧接觸奧卡人。但係咧，當佢哋去到呢個嘅亞馬遜叢林落咗機之後咧，過咗一段時間咧，佢哋就同宣教機構咧就失去咗聯絡。咁啊，過咗十幾日之後咧，就係宣教機構咧就派人咧就去到佢哋原先嗰個地點咧去揾佢哋。咁啊，當去到揾佢哋嘅時候咧，只係揾到佢哋嘅遺體。咁啊透過佢哋嗰個嘅表面嗰個嘅傷痕咧，佢哋咧就應該係俾一啲嘅長矛咧就殺死嘅。咁啊，應該就係死咗喺呢個嘅奧卡族人嘅手嗰度。咁啊，未傳福音已經咧失去咗生命。可能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咧都係百思不得其解啊！點解上帝要呼召呢5個人咧咁樣？咁啊，豈唔係佢哋應該係要去到佢哋當中同佢哋建立關係，然後傳福音咩？咁啊，點解咁早就殉道咧咁樣？咁會唔會係成個宣教嘅工作即係從個結果嚟講係失敗嘅咧咁樣？咁可能咧有好多嘅人咧都喺一個咁嘅疑問底下。咁啊，當我哋再去睇佢哋嘅事蹟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咧後嚟咧又發生嗰啲事。話說咧，呢5個弟兄嘅遺孀啦，咁啊連同佢哋嘅小朋友，喺後嚟嘅時間咧，佢哋繼承咗5位弟兄嘅心志，就係遺孀同帶住啲小朋友咧，就係按着昔日咧丈夫嗰個嘅步伐足跡，就再一次咧去到奧卡族嘅人嘅裏邊，亦都係咧喺嗰啲村落以外嘅地方紮營。咁啊今次嘅經歷咧就同佢哋嘅丈夫有啲唔同，因為咧可能對於奧卡族嚟講咧，今次所見到嘅係一啲嘅婦女啦，同埋小朋友。同上一次咧係5個年青力壯嘅男士比較起上嚟咧，佢哋都防備心咧相對咧就係少啲嘅。就喺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就係一班嘅遺孀啦，帶埋佢哋小朋友咧，就逐步咧就同奧卡人咧就去建立關係，然後咧慢慢去彼此認識啦，增加嗰份信任啦，然後溝通。咁啊，後嚟咧就係呢班奧卡人咧，佢哋去從呢班婦女嘅身上咧了解到原來咧佢哋係邊個咧？佢哋就係之前咧嗰5個死喺佢哋手上嘅男士嘅太太。咁啊，佢哋就覺得好奇怪點解佢哋會咁樣嚟到佢哋即係鍥而不捨咁樣嚟到咧佢哋嘅族群嘅裏邊咧，同埋咧佢哋當中有啲嘅族人咧，某啲嘅人咧，更加表示咧就係昔日咧佢哋嘅丈夫咧就係死喺某啲人嘅手上邊。咁啊，呢啲人咧更加問佢哋太太一個問題，就係佢哋之前咧就以為咧佢哋嘅丈夫咧係嚟咧係要侵害佢哋，所以咧佢哋就先下手為強咧就殺咗佢哋嘅丈夫。咁啊，但係咧佢哋好奇怪嘅咧就係後嚟佢哋發現咧就係佢哋嘅5位弟兄咧其實都有啲槍喺手嘅，但係咧即係當佢哋備受襲擊嘅時候咧，佢哋冇用槍咧係去射佢哋。咁啊，呢樣嘢咧都一直咧都係成為咗佢哋多個嘅疑問嘅。
咁後嚟咧，啲姊妹同你分享咧，無論佢哋丈夫又好，或者佢哋自己都好啦，佢哋嚟到咧唔係要傷害佢哋，佢哋只係好想做一樣嘢啫，就係讓佢哋咧去認識上帝，認識福音。就喺一個咁嘅情況底下咧，就係一班奧卡人咧，佢哋內心嘅裏邊咧深受感動。然後咧就係佢哋嘅族群嘅裏邊咧就係嘅人咧就係相繼嘅係去歸信基督，信仰福音。咁啊昔日曾經咧一個殺害宣教士嘅一個嘅族人，後嚟咧佢都係信咗耶穌。咁啊並且咧更加成為咗教會嘅領袖。去做福音嘅工作。後嚟咧，佢喺訪問嘅裏邊咧，佢講啊，如果唔係昔日呢5個嘅宣教士嘅犧牲咧，佢哋成個族群嘅人咧，都係仍然過着食人族嘅生活。因着咧宣教士嘅嚟臨啦，佢哋慢慢認識福音啦，慢慢開化啦，慢慢喺文化嘅裏邊有所進步。5名弟兄5名宣教士咧，佢哋個心志係傳福音，好想咧讓福音咧去改變呢個奧卡人嗰個嘅生命。但係佢哋喺在世嘅時候咧係冇見到嘅，甚至乎咧佢哋好想傳福音，但係當佢哋未講福音嘅時候咧，佢哋都已經係被殺害。但係咧卻係因着呢5個嘅宣教士，就影響咗佢哋嘅妻子同埋佢哋嘅兒女，而奧卡人咧就因着佢哋嘅妻子同埋佢哋嘅兒女咧，就認識咗福音，而生命得着改變。其實咧，我哋每個人咧都好似一張圖片一樣，唔同嘅人咧都有唔同嘅畫面啦，唔同嘅色彩啦，唔同嘅背景。有時咧，我哋呢啲相我哋拍埋一齊嘅時候咧，好似咧彼此之間咧都冇乜關聯咁樣。但係咧神係好奇妙嘅，神咧佢可以用每一個屬佢嘅人，當每一個屬佢嘅人咧都係配合上帝自己嘅心意嘅時候，按照上帝嘅心意咧擺喺唔同嘅位置，慢慢喺上帝嘅手裏邊咧，呢啲互相好似毫無關係嘅照片喺上帝嘅手裏咧，佢可以營造一幅美麗嘅圖畫。而呢個美麗嘅圖畫咧，其實可能喺人嘅眼光嘅裏邊，或者我哋喺照片嘅裏邊咧，單獨一幅嘅照片嘅裏邊咧，其實我哋係睇唔到。我哋需要咧慢慢相信喺上帝嘅手裏邊咧，係可以砌出一幅美麗嘅圖畫。聖經描述咧就係以利亞咧佢按照上帝嘅指示咧就膏立咗3個人，然後咧過咗冇幾耐咧佢就離開呢個世界。當佢離開呢個世界嘅時候咧，佢都仍然未見到咧耶和華信仰嘅復興，佢眼中咧仍然只係見到咧巴力信仰嗰個嘅興起，同埋咧耶洗別呢個嘅皇后嗰個嘅惡嘅勢力。但係當我哋繼續睇聖經嘅時候咧，就係亞哈在位咗22年，然後咧佢2個兒子分別接續皇位就係2年同埋12年。但係去到某一個嘅時間嘅時候咧，所有條件都係配合啦。以利亞所膏立咗3個人喺唔同嘅位置開始發揮作用嘅時候，最後尾暗利嘅王朝咧，去到列王記下嘅11章咧，就正式宣告結束。而耶洗別咧就喺列王記下嘅9至11章咧，亦都得到佢應有嘅懲罰。暗利王朝咧，即係4位君王嘅事蹟咧，總共聖經咧用咗17章嘅經文咧去描述。咁係咧係成個列王記
嘅1/3嘅篇幅。可想而知咧，就係呢個嘅時代咧，係一個好黑暗嘅時代。上帝嘅僕人喺個時代嘅裏邊咧，係好多嘅艱辛，好多嘅挑戰。對以利亞嚟講，佢好努力去侍奉，佢好看重信仰，好看重嗰個服侍。但係同一時間咧，就因為佢越投入，佢嘅期望咧就越高。佢好想咧透過依靠上帝，上帝咧透過佢自己咧能夠改變成個形勢。不過咧事情並不如佢所見到嘅。喺呢個時候，上帝幫助佢唔單止睇重自己，更加要將嗰個中心點咧擺翻喺上帝嗰度，因為唯有上帝咧先係掌管歷史嘅上帝。上帝咧唔單止幫助以利亞去睇到佢需要忠心侍奉，然後咧上帝亦都幫助以利亞見到咧就係上帝咧都係透過緊唔同嘅人擺喺唔同嘅位置嘅裏邊咧去完成上帝嘅工作。以利亞咧喺上帝嗰個嘅工作嘅裏邊咧佔咗一個部分，不過咧呢個唔係全部嘅部分。上帝要用嘅咧唔係單單一個人，喺上帝個計劃嘅裏邊咧，佢係可以用緊唔同嘅人。所以咧喺呢個嘅經文嘅裏邊咧，讓我哋咧都要去學習，我哋要看重侍奉，我哋要看重上帝嘅關係。不過咧，我哋更加要看重嘅係上帝佢自己嘅作為。我哋放輕我哋所做嘅帶嚟嘅得失，我哋放輕咧，我哋自己咧喺上帝嗰個嘅作為嘅裏邊咧，係唔係一個唯一嘅一個嘅位置，而係咧上帝可以用唔同嘅人。有時咧可能咧我哋越投入侍奉，我哋對侍奉嘅期望咧就會越嚟越高。但係當一去到一啲嘅地方唔係我哋所預期嘅啦，又或者嗰個環境個挑戰係越嚟越大嘅時候，當我哋越睇重我哋自己，越睇重個後果嘅時候咧，其實往往咧呢度咧就會帶俾我哋嗰啲挑戰咧係越嚟越巨大。喺個時候咧，我哋要將自己放輕一啲，將一啲嘅結果放輕一啲。反而咧，我哋更加需要咧去看重上帝嘅作為，看重咧上帝係可以用唔同嘅人咧去彼此配搭底下咧去成就佢自己嘅旨意。最後尾咧，我哋同唱詩歌，憑信跨過。這個城市鏗鏘，許多人眾多千百雙，很多志向。這裏見證城市興衰，許多人理想都遠去，很多破碎。崎嶇的高山峻嶺，哭泣聲中等舊情，主必引領。暗裏的那光，已看不見嗎？信心也必遠發，更捉緊十架。哪管哭泣不暫停，未來得不到保證。神你恩典統領，必不看輕。暗裏的那光，作我的靠倚。承諾從沒變。
在此。縱使世界已變樣，願重新找到方向，讓我堅守這信仰，憑信必可跨過打這一仗。聽見你眾兒女呼聲，都懇求你憐光照遍，施恩眷顧崎嶇的高山峻嶺，哭泣聲中等舊情。主必引領暗裡的那光，已看不見嗎？信心也必軟化，更捉緊十架。哪管哭泣不暫停，未來得不到保證。神你恩典統領，必不看輕。暗裡的那光，作我的靠倚，承諾從沒變化，你應許在此。縱使世界已變樣，願重新找到方向，讓我堅守這信仰，憑信必可跨過打這一仗。暗裡的那光，已看不見嗎？信心也必軟化，更捉緊十架。神你恩典統領，必不看輕。作我的靠倚，承諾從沒變化，你應許在此。縱使世界已變樣，願重新找到方向，堅守這信仰，憑信必可跨過打這一仗。讓我堅守這信仰，憑信必可跨過打這一仗。現在咧係家事報告，我哋有幾項嘅消息咧，都希望弟兄姊妹咧係禱告紀念嘅。首先咧就係職青區嘅姊妹鄧翠文姊妹咧，已經喺7月20號咧順利誕下男嬰，願上帝咧去祝福易振圖弟兄佢哋嘅家庭，願意新生嬰兒咧都喺父母照顧底下咧能夠健康成長。然後第二樣咧就係2027-2028年堂務委員會選舉咧將會開始嘅，凡係合資格候選嘅會友咧將會收到通知信。咁收到信嘅弟兄姊妹咧就請喺8月16號之前咧簽署交回條，係會唔會候選。最後一樣咧就係成年區就會喺8月9號嘅裏邊咧喺崇拜之後，我哋會有區聚嘅。今次嘅主題咧，我哋會一齊咧去探索喺信仰嘅裏邊咧。點樣去睇有 UFO 啦，又或者外星人呢個嘅主題？咁成年區以外嘅弟兄姊妹咧，如果你係對呢個題目都有興趣嘅話咧，都係歡迎你一同參加嘅。現在係差遣同埋祝福，我哋同心低頭領受從上帝而嚟嘅差遣同埋祝福。我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差遣你哋回到生活崗位裏邊。
你哋無論喺家庭、學校、職場、社會之中，你哋當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敬愛上帝，又要愛人如己。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並聖靈嘅感動與交通，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今日嘅崇拜咧，我哋會嚟到呢度結束。各位咧可以低頭默禱，願意咧下個禮拜咧，我哋喺教會嘅裏邊咧係可以再見面。